大家早，今天是2月5号，星期四。美国各大指数继续震荡。今天呢算是第三天了，S&P 啊、NASDAQ 等等第三天下跌。因为昨天呢 S&P 都是跌的，跌35点，跌0.51%。科技股 NASDAQ 呢是跌了2点，跌351点，跌1.51%。昨天呢就最主要有比方说这个 AMD 这个跌得比较厉害。然后 Russell 2000呢，昨天也是跌了24点，跌0.9%。昨天呢，唯一的只有道琼斯还可以涨的是涨260点，涨0.53%。所以昨天呢算是各有升跌的。来到今天的话呢，开盘2个小时，几个指数呢在震荡上呢就低开低走，可以算是道琼斯开始呢大概跌160点，然后就最差的时候呢曾经跌672点，超过1%。现在呢收窄了，这个跌幅都是大概呢现在跌1%左右，四个指数的走向呢都是差不多。今天呢有個經濟數據，就是上個禮拜的勞工部公佈，上個禮拜初次領取薪金的人數的話，是增加了22000人到231000，是高於經濟學家的預期啊，也是呢最近這幾個月以來的最大的單幅的增幅。連續領取人數呢都是同步的上升，已經漲到是升到1844000。但是要留意啊，因為呢這個1月底的時候呢，全美國很多地方呢都受到這個暴風雪啊，還有低溫侵蝕的話呢，所以影響到很多的企業呢都是停工的，就推升呢這個短期這些薪金的人數的申請。所以今天這個數字的話呢，是有可能裏邊有一點所謂的 noise 雜音在裏邊。另外呢，也有另外一家人力的資源公司呢，做一個公報一個數據這個就是說呢，就是美國企業1月份的話呢，是宣布裁員大概108000人，較去年同期大增118%，也是比呢去年12月呢增加了205%。它這個機構呢是2009年呢開始做這個統計的，這個數目的話呢，所以是這個開始有數據以來呢就最大的這個一個月。今天呢，所以看得到了這個恐慌指數，所謂這個 volatility index 飆升了，這個 VIX 現在是報20.7，增加了11%。通常呢，達到20的話呢，算是一個挺高的已經開始是一個高的水平。今天其實曾經呢，它最差的時候呢，曾經達到23，所以現在有點回落，但是還是在20左右。所以今天呢，就這個避險的這個動作呢，就跑到這個10年公債去了。10年公債利率就現在是報4.212，跌0.06，說明呢這個錢呢，它這個10年公債利率價錢是漲的，它跟這個利率永遠是相反。資金呢從股票呢投到這個債券裏邊呢，今天。美元方面呢，這幾天呢，它都是積極反彈，但係現在呢，美元指數是97塊8毛4，漲0.2%。今天呢，黃金白銀呢都是震盪啊，前兩天呢曾經反彈得不錯，今天又掉回來了。黃金現在是報4862，跌2%。昨天呢，曾經呢衝破5000以上的，昨天曾經做到5092。當然啦，它是這個高點呢，還有點距離了。1月底的時候呢，它創了這個歷史新高5595。所以白銀今天就是差不多這個走向，現在是報76塊8毛4，跌13%。油價方面呢，今天都是跌的 ，WTI 原油64塊1毛，跌1.6%。比特幣呢，今天呢跌得比較厲害啊，跌破71000
69000，现在是报68046，大跌7.6%，所以它是跌到了最近的14个月的这个新低的。个股方面呢，就Qualcomm 公布业绩，它的这个营收呢是创纪录的123亿美元，高于市场预期。但是呢，今天呢这个大环境下呢，它都是跌下来了。QCOM 代号137.7块7毛2，跌7.5%。好了，现在财经新闻是由华信投资顾问的 William 冯为你报道。